位於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嘅長天廊，給你源源不絕嘅精彩新發現。超過100間商店，從手信、時裝、童裝，到讓你垂涎嘅25款中西日韓以及東南亞等等嘅美食，包羅萬有。超立體巨幕影館、光影無間、航天探知館以及互動遊樂天地、挑戰擂台。航空探知館係一個以航空科技同埋歷史為主題嘅巨型展覽館。參觀人士可以喺館內入面展覽，了解飛機嘅構造、運作嘅方式、航空服務，甚至一嘗駕駛飛機嘅滋味。航空探知館為離港嘅旅客同埋香港嘅市民，喺欣賞新鮮刺激超立體電影之餘，提供更多多姿多彩嘅休閒娛樂體驗。4D 超立體巨幕影館約5層樓高，呢個係全亞洲最大嘅 4D 銀幕，可以喺銀幕上欣賞立體影像，亦都可以感受視覺以外同劇情同步發展嘅感官效果。共有風吹、雪飄、水濺、氣泡、霧、閃光同埋氣味7種感官效果，係目前全球具備最多種類觀能刺激效果嘅 4D 特效電影館。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飛，道別不可再等你，不管有沒有機，給我體貼入微，但你手